为了要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，培养人才，嘉义县政府准备甲台湾美能、台湾思科等的企业来合作，要伫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内底做伙开科技人才课程，希望提升南部伫资讯产业甲智慧科技的专业。透过无人机的协助，伫田内底喷药啊，也是利用监测的设备来了解种植的环境。嘉义县的青农就讲，气候、人工对农业产生的问题，透过科技的设备，会当有机会来解决。这样的产官学技术的整合，那就可以让我们未来的人力需求不用再那么吃紧。过往可能是固定时间去喷洒，可是你现在就可以针对它的状况，用影像的一些辨识，然后靠无人机去喷洒，那你就节省了很多能力。而且你可以更精确的去控制这植物的发展。智慧农业是嘉义县目前长期发展的目标。为了要加强产业甲人才，嘉义县政府甲资讯科技企业合作，要伫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内底开设科技人力的培育课程。毕竟在学界，我们里面的技术有时候比较难跟上业界的步骤。所以，我们如果可以到这边来实习，或者是在跟这边合作的话，我们可以跟业界、跟学界两边可以配合得更好。透过 AI 的分析，你可以抓到重要的事情，你不断的重复，然后可以去透过数据的分析去细化，你就可以带动你的产量的增加，你的品质的优化。这是整个 AI 的它的目的，应用在无人机，还有应用在智慧农业。嘉义县政府指出，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内底，原本有进驻无人机生产的企业，未来搁配合资讯科技软体企业的合作甲课程，有那培育相关的人才，嘛替台湾无人机产业带来新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